但是个年人口快速增加，目前已经有35万人，有高达3万名失智症患者。为了让大家明白失智症带来记忆、退化甲生活影响，对患者甲家属拢是沉重的考验。所以市府配合9月国际失智症月，会同社区各大病院，对9月5号到21号，将举办8场大型的系列活动，要民众知影关心失智毋是口号，但咱有实际社会资源甲医疗，成为患者的后盾。特别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怀，这种关怀不是嘴巴上的关怀，能够有什么样社会上的资源，能够提供失智症患者的协助，让他们家人减轻负担，那能够这个快乐终老，那这很重要。因此，特别一起来关怀。那也希望说，今天感谢这么多医疗院所的负责人，还也感谢这么多社区的经理一起来。在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内，或者在医药能力所及的范围内，能够关怀他们，减缓他们失智症的那个恶化的速度。今年活动内容相当多元，有电影欣赏、舞台剧、摄影展、庙埕的参观、有声市场甲博物馆的市集，和市民伫参与过程当中实际体验生活当中，嘛当支持失智者的力量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